杯黑送是啥物？啊，什么款的人会当来参加？总统杯黑客松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。总统杯黑送是任何人拢会当参加的。总统杯黑松是任何人拢会使来参加的。你嘛是会当投票来支持。你可能要讲慢一点，再来一次。有老师给他们还原。你可以讲慢，但是我复述的时候讲快。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。真的。哦，咱以今年参加的一个团队红地来讲，因提出。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，脑容量有限。你请你来有台语的讲法吗？你搞你来。刚才在唱啥？你来，你会晓就你来，啊，你袂晓啊，我来。还是唱的。对。